大家平安，jauh-jauh tu suaka jam-jaman nama kajinana suliwat. Saka tu suaka jam-jaman na uruca supi na kainwa cemas, ima zaitwa senai tua cemas. Ima zaitwa taidai saka sepaca purua suracan ima zaitwa ita karam pacuta puru katu jirwa karam. 诗篇140篇1至13节。Tu suaka jam-jaman na uruca supi na kainwa cemas nekanu sinuci kima zaitwa kena salisanan. Kikena semupu tua dinaucan sisiu. Kilaroi tua pada zakatin wa cemas tu suaka ni adavan. 诗篇140篇1节到13节。祈求保护，上主啊，救我脱离邪恶的人，求你保守我免受强暴者的残害。他们一心图谋邪恶，整天制造纷争。他们的舌头像毒蛇一样，他们的嘴唇像眼镜蛇，含有毒气。上主啊，救我脱离邪恶者的权势，阻止强暴者要打倒我的阴谋。狂傲人张设罗网要害我，他们设好了圈套，沿路布下陷阱要捕捉我。我向上主说，你是我的上帝。上主啊，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至高的上主，我坚强的拯救者啊，你在战场上保护我。上主啊，别让邪恶人实现他们的心愿，求你使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求你别容许我的仇敌胜利，叫他们的恫吓归在自己身上。愿炽热的炭火落在他们的头上，愿他们被抛进深坑，永不能出来。愿诬告别人的人不能立足，愿强暴的人被祸患消灭。上主啊，你要维护弱小者的权益。我知道你要为贫穷的人伸张公义，正直的人啊，要颂赞你，他们要居住在你的面前。爱出开暖吃嘛。希利比奇嘛在段诗篇140篇的1节到13节。Tu suaka jam-jaman asini putarwan danujen， 仰望上帝，伸张公义，仰望上帝，伸张公义。耶稣降生以后，有立刻带来全地平安吗？似乎没有。希律王反而毒杀2岁以内的男孩。面对冲突，台湾人常说双方都有错，但是从圣经可以看到，邪恶者就是会毫无理由地攻击义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若无缘无故被攻击，应该怎样面对或回应呢？诗篇140篇中大卫的祈祷值得我们学习。大卫在诗中提到，那些恨恶他的人设罗网与圈套要陷害他。罗网与圈套原本是捕捉动物用的，会设置圈套的猎人是聪明的，因为他能凭着对动物习性的了解来布置陷阱，不需主动追击就能捕获猎物。这表示那些恨恶大卫的人，只要设计罗网和圈套就能暗中伤害大卫，并不需要跟大卫有直接的冲突。那么大卫怎么办呢？首先，大卫在祈祷中宣告，上帝是所有人的主宰，是保护他，也是掌管敌人的主。6到8节。因此他祈求上主啊，别让邪恶人实现他们的心愿。8节。大卫相信，若非上帝允许，没有人的计划能实现。即使那陷害他的人能暂时掌握某些权势，能主导舆论的风向、司法的判决，
但最终有坐在至高之处的上帝掌管一切。其次，大卫求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从9节到11节的内容，以现代口文来说，可能是那骂人不带脏字的，他们以为动口不动手就没事吗？他们伤人之后，硬掰几个理由就可以撇清罪责吗？要讲就让他们尽量讲吧。愿上帝从天上审判，愿那些用嘴枪舌剑要置我于死地的人，譬如所多玛与蛾摩拉，话还没说完，上帝就从天降火和硫磺烧灭他们。从字面来看，这是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或许有人会迟疑，信上帝的人不是应该爱人吗？耶稣不是教导门徒要爱仇敌吗？其实这里的重点并不是报复，而是警告作恶的人。上帝会有公义的审判。从大卫的生平来看，他对逼迫他最深的扫罗王并没有报复，而是等待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可能都听过有人无辜受攻击，有时是在职场，有时是在校园，有时甚至是在教会或家庭。受攻击的人总是感到很无奈、委屈。值得反思的是，面对恶意的攻击，我们是以恶报恶，还是仰望上帝？扪心自问，基督徒难免也会有以恶报恶的念头。不过，大卫的祈祷提醒我们，要相信上帝掌权，仰望上帝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没有使世上所有善恶冲突都消失无踪，但是他的死与复活已充分显出上帝的公义国度必然降临。喜那亚点点读错个加曼加曼，萨卡读错个加曼加曼，阿西尼巴基那么点点。在冲突中，我要宣告上帝是至高的掌权者和审判者。喜那亚点点读错个加曼加曼，萨卡盖努力。圣洁公义的父神，求你让我与大卫一同宣告你在掌权，仰望你的公义，等候你荣耀的日子到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Mali-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ma kajinana kilarai pamana sini pada zikate no ta cemas saka na puling aliawang atin na remaloyang atin tai sota sinupu wa kai no cemas saka lata pina ene sata pasusu izwa cemas sarui paula izwa cemas sarui pusara pisu papu pisu tanutin saka latinana pasusu saka maya tomana varu no cemas ayakana papisu lima zajantina mapulata jisuna tiakan saka latinana suliva tu sotiakan adavan 大家平安。